耶！哇，很美到好糖啊！哦，乡亲朋友吼，分享书款基本应该复习来咧吼，都复习来咧，一块从日本乡亲朋友先糖都以手动好糖，大家可能听咗有糖个介曲吼，基本上介是咯乐团有关系，吼，然后记到个歌曲有关系，然后记到个故事有关系，佢到底系马莎咧，夹夹咧分享的理解，客家界将士妹吼，佢系马莎咧，佢系理解敲乐硬四种乐团嘅团长林山崎，分享山崎。大家好，我係林山崎。对，山崎係双潭那边的客家人，这样讲嘛，双潭，你一直双潭，你 CC 就给在那边，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要哈，所以现在还是住在那边。哦，对，还是住在那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对这边有亲态跟感情的一个 C M A 哈。那今天为什么会按讲呢？因为哈，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等下修改歌曲哈，小城故事，对不对？是。哦，我相信哈，电视机前面嘅乡亲朋友，大家听错有谈过。冇乱讲，你冇谈过啊？听说有谈过。为什么会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是特别要演奏这样的一首曲子？其实我们常常我在演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演这首曲子。哦，因为我每次表演完，有时候会跟观众互动，然后就会问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小城故事》是在说哪里的故事啊？对，故事啊，吼，太港就唔敌黑共三咪。其实这一首曲子在说的就是三义的故事。公司采访，因为太港讲到小城故事的时候，太港凶斗黑马莎，就会我们的歌手邓丽君就说啊，声音轻佻，太美了，太很清后堂。不过扣你太港就唔敌小城，哪里的小城？其实是就是在三义，对，所以这是你特别想要做这样的结合的原因吗？对，因为在那一个电影，它其实最主要的拍摄场景都是在三义，他在说一个男主角他到三义去学习雕刻的故事，对，所以连电影的所有的场景全部都是在三义，只是大家都只记得歌，忘了这首歌是在说我们家三义。其实你根本没讲啊，没目的呢，公司在拍，因为在1979年的一部电影嘛，对哈，跟为这个讲小城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男主角，他因为他入狱之后，然后后来后来他离开，就是他重新离开之后回到三义这个地方，然后从事木雕按钮给工作，对，所以其实讲的是那个小城的故事，再搭配邓丽君小姐按钮给小城故事给狗 Q， 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震撼人心，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对哈。古说基本也要像三 K 都鸦片哦，其实共 M P 按键单哈，我们先来简单讲一下，其实刚才大家听到很好听的歌曲，其实在这张 CD 底录要有黑吗？有哦，这个是你们在2年前出的一张 CD， 对哦，是。对，然后这里面全部都是演奏曲，没错哦，在那里面，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在那个双潭有一条130线道，对，然后那上面呢有很多特殊的店家，包含我们家自己也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找寻就是跟在地有关的素材的音乐，把它进行我们乐团自己编曲，对，然后再录音制。是，泰卡看到三 K 就会讲，哎呦，三 K 这么年轻，按黑不上吼，可是已经是一个这个乐团的团长。当时，然后你看又出了暗涌的一张 CD， 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给黑三义给片给客家妹鼓奏机又特别觉得要跟三义这边做一个结合，所以其实不是只是音乐是音乐。对，给黑有故事，给黑有背后的动机的，所以你是怎么样的前提之下会成立这样的一个乐团？其实我们会渐渐有这个乐团，是因为我以前念的学校是台南艺术大学国乐系，所以我们同学同号全部都后赢 OK， 全部都是当然我们在学校里面就会常常会有那个乐团合奏的机会嘛，那因为我们家是在三义那边做民宿跟农场，然后常常也会需要一些表演或活动，会需要表演。对，那有时候就是反正学校就偏啊，但同学都一起，就是小时候会找同学一起到去那些活动场合演出，渐渐的就会形成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就是成立了一个乐团这样。对，其实三 K 爹爸爸妈妈也在
当然也是在那边，就是你们开的民宿，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农场，对不对？对对，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三义地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三板桥，对。那俺小心有青岛天使给前面跟熊金朋友有溪沟哈，不过还有青岛也可能还蛮溪沟，不过蛮溪沟跟朋友可能有塘沟要在地方。猛超好，对。所以其实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三板桥，它。其实我们三板桥那个地方最早是在种田的，对，然后阿公走了之后就休耕，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就是其实也做过很多的行业，然后最后就是转型开始做休闲农业这一块，然后最早是从民宿起家，然后10几年前有一段时間是 SARS 的传染病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是说全台湾都没有人敢出去玩，然后我们家就是都没有人，很非常的悠闲清静。那个时候呢，就是对有一家4口，我爸、我妈、我和我弟，在家里就是大家看来看去的。Sanky 真的，请等一下，一般你们讲非常的低迷，然后非常的悠闲。然后我们就想说要来画那个，把家里装饰一下，对，就画了一面墙的脸谱。是。为什么会是脸谱啊？因为我妈妈是学美术的，然后她以前有在三义教小朋友雕刻，对，然后她很喜欢拿脸谱当做她的教学素材。对，因为脸谱的颜色很鲜艳，是，然后线条也很大胆啊，没错，对，所以他很喜欢用这个来教小朋友。因为一般来讲，其实妈妈如果是美术老师的话，一般来讲其实不一定会用脸谱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对，因为其实可以讲的有青斗，有没有？或者说妈妈特别挑了脸谱，尤其是京剧的这样的脸谱。对，因为她其实透过剧情，她很多故事可以讲。原来是这样。对，对，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来装饰一个墙面，画了大概20、30来个脸谱吧，装饰完就觉得蛮漂亮的，干脆我们把它全部画完好了。全部画完就画了1200多个。我觉得艺术家庭真的跟我们一般家庭还蛮相用的哈。人家遇到轻低迷跟时间，就说哎呀用干啥？他们全家就说那我们来画脸谱，一画哦，想说也不是画10个、20个，一画就画1000多个。对，那就现在整个就摆在里面，对，就变成有一个脸谱的博物馆。对，那其实变成三板桥休闲农场一个很大的特色对，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画脸谱的乐趣给游客来体验，所以可以 DIY， 可以就是让大家来 DIY，不然我们画了1000多个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其实你画的时候。其实是会蛮让你很专注，是会忘记一些，而且其实真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对，每一个都不一样，对，因为你只要你，比如说扣能给有一定的样子，如果你真的在笔触下面或是颜色上面有一些变化，那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对，客人画的可以带走吗？可以啊，都带走，都带走，会帮他装个框带回家。哇，好有意思哈！所以其实泰嘎就扣能有糖沟，都三板桥休闲农场给时间。其实刚才泰嘎有看到胸片，真也可以缝进轻讲给一家提缝哦，都给变不会吃到轻肉鲜、轻情感的一种的感受。唔讲唔带枪按用你，都改变，还做你看到轻都某可用给京剧的脸谱。对，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不同氛围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学习跟感受，对不对？好，所以像全家爸爸妈妈还有你啊，学音乐、学美术，还有弟弟，对，露台也是有学艺术跟艺术相关。他没有，那他在家里他学畜牧的哦，那他在家里应该会觉得说，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姐姐都是全家都艺术工作的。不会啦，他那些脸谱1/4也是他画的啊。对，弟弟真的很厉害耶。对，其实Sanky有青岛的故事都得同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也係幾個好戲嘅歌場，從成立樂團哦，那家裡有安永嘅臉譜博物館。那其實接下來除了出 CD 之外呢，其實有青島夢鄉嘅故事會同大家來分享，聊一下，等一下再回來。松炭中條，天上人間。松炭中條，天上人間。頭擺嘅松炭，有七彩嘅林碧霜天，馬祖洋洋吃否，福民順心。一下嘅松炭，
有北方嘅人才群又强，恩中公公保佑，下次空天。南有佛养父子孙，北有三国三连天，云烟迢迢，恩等穷下了顺天水，国家了开树头变福寿。夜晚的阿妹带色后，来看佛养虫。天公的阿公带阿婆，来披头巴香。新嘅時節來去廟行，看完火龍又頭飛面。下嘅時節來去做下，到阿姨學打先燈吧。也地方去送炭3年，也地方按做退吧。廟裏。其实是这样，对。東有關東都無意，西有佛茶個崩口，一年秋天，恩等窮下來吹衝風，中頭里像英雄送雲海。夜晚的阿妹帶色後，來看風揚蟲。天空的阿公帶阿婆，來比童話喲。新嘅世界來去美好，看有火龍條條飛面。下嘅世界來去做下，老阿姨學打先燈吧。俩地方係送炭3年。把天空就退吧，美丽。天送人家，天送人家，天送人家，送炭送炭，天送人家。夜班的阿妹帶色後，來看火焰蟲。天公的阿公帶阿婆，來披頭巴香。新的世界來去廟行，看見火龍搖頭飛面。下嘅世界來去做下。老阿姨學打先燈吧，俩地方係送炭3年，俩地方換做退吧，美麗。没有了。我为什么要指导？我又没有指导费。对，我被人家雇了一夜。哇，这个歌曲听起来清港通影哎，啊，就是这样。对啊，太卡会吃到亲戚关系，就说呀，还嘛该意思哎，但是单曲有嘛该关系。刚才看到安永给一条歌曲是你的创作黑吗？其实说是我们乐团一起的创作。对，然后里面有好多有青头给你的冲狗哎，这片给你都是来自于双潭吗？是，都是双潭的居民，乡亲们。哎，俺公司才发哦，俺看给时节有流1滴眼泪，听一拜看给时节黑2滴眼泪，听一拜看给时节黑1滴眼泪，因为真的吃到情感通。对，因为你胸口呢，你黑松坦给 CMO 哎，对不对？然后那个地区有90%全部会哈嘎你，全部会哈嘎你。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有个爱用给通缉，想会做爱用的事情哦？
其实那时候是我大学刚毕业，然后我是想说毕业了来做一点什么可以回馈家乡的事情。对，其实求学阶段都是住在台南比较多，对，就是久久回3一次这样。对，然后毕业了就想说我可以用我的专业，就是我学音乐的，可以回馈一下家乡。对，然后就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校所训练的音乐教育，都是那种比较很舞台式的，比较我们都在以追求很高超演奏家为目标，而且很古典，对不对？那个距离跟听众的距离比较远。那对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可以让更多人贴近音乐，把音乐更拉近一点。对，其实我觉得3K公一下清楚的意思就会讲，有时候其实你同观众给贴演给世界，他反而不认识你。对，没有互动。对，其实这么好的东西，你反而很难让他认识。不过黑公有某种的方式跟他比较贴近沟黑，你再介绍别的东西，他反而更能够理解跟认识。对，就会按个杠高哈，或者说就很有意思。可是所以重新陪玩，你刚才看到嘅暗后堂嘅歌曲，迄二條樂團嘅創作，唔過唔單止係按樣型哦，其實第一度創作嘅人都會鄉親朋友。那大概就會知道，大家都不是專業嘅歌手哦，可創起來。很專業，很專業呢，而且剛才裡面有青島嘅畫面呀，還有胸片。其實我真的很好奇，你會做完有個事情的時間，你要發起的時候，我們跟開會一樣嘛，你會開會呀，對不對？你要把大家找來啊，你要怎麼樣凝聚這樣的共識？其實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最難的，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然後就是一開始要再找人一起來合作，就是一件非常很難的事。你想看到你第一改片，你就同阿爸，我得了衝過阿爸說他媽幹意思啊。對，然後很多人都覺得你幹嘛叫我去唱歌，或者是一開始很多人聽到唱歌會怕，因為就會說哦我不會唱，我不要唱。其實我們被拒絕很多次，很多人。對，那但是我們就是一遍一遍，然後有的時候是委託這個比較德高望重的大家長去拜託一下他們來唱，或者是找團隊去下手，例如說我們的守望相助隊，對，我們就趁他們去值班的時候，我們就去找他們聊天，就邀請他們來唱，或者是我們那邊很多那個茶花班的啊，草莓班啊，桃李班的那些，好可愛啊！等一下，草莓班黑某，嘿，草莓班，他們都請過來一起，我們就是跟他們說想要為雙潭寫一首主題曲，對，希望我們在地的居民可以一起來共享盛舉。其實很有趣。我們太卡想看哪，我們要行銷什麼？你會管工有冇？國家要行銷，城市要行銷，對不對？行銷的方式很多，有行動也會拍廣告，有沒有？請明星來拍廣告，對不對？但是這是不同的感覺。可是從來都沒有想過說，我們為我們自己居住的地方寫一首主題曲。一般來講就會連續劇有沒有？連續劇有主題曲，你給我拍誰哈？我們鄉鎮也有主題曲呢。我住在新屋，你要不要改天來替新屋寫一個主題曲？很羨慕現在很羨慕主題曲，太搞笑我都有歌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你回饋家鄉某種的風色，然後我覺得也是一種重新的包裝，讓更多人認識。你不認識雙潭，是不是？你聽歌，我們讓你感受我們的溫度。對，而且我覺得你這樣做，其實也是凝聚雙潭居民的力量。對，我們也是透過練唱啊，大家就是會聚集在一起。對，而且多少人裡面？剛才看起來好多人，裡面拍到的應該有40-50個人。是，而且有個阿公還獨唱，對不對？對。我看到那個阿公獨唱的時候，還有嚇到呢，唱得很好。有時候你不一定是專業歌手，可是你那種誠懇跟質樸的聲音最吸引人。對，而且那個阿公是最認真的，應該也是年紀最大的，然後就是誰有冇？應該我就是誰哈？其實喺3期說，三期說，你我跟阿公我就是誰？我說哇，看不出來。可更重要的是，裡面好多人有某種嘅職業的一種某不同的職業都在裡面哈。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可是我剛才有偷偷注意，有一對夫妻穿着黑色的 T 恤。這邊有一個臉譜，我一猜我就想那是你爸爸媽媽哈。所以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爸爸媽媽也是一起參與，對，他們也都很支持，很開心吧？對啊。你想想看，誰有機會可以拍 MV 當歌手，對不對？所以其實這是連爸爸媽媽也一起來參與。對，我有困難嗎？這個過程？有，但是我覺得那個都
那个过程其实虽然辛苦，但都很愉快。像一开始大家有些人就是会怕说不会唱歌嘛，所以我们在引导他们练唱啊的过程，就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对。但是渐渐久了，他们其实会有自信啦。对。后来这个做完之后，他们看完之后干公用哦，非常感动。他们也没有想到说，哎，原来我唱歌这么好听。他们应该要说，Sanky，你什么时候要录第2首？应该要这样，对不对？可是好像说，就这个双弹庄头要挑狗尾之后，你好像也做了另外一首黑梦。是哦，对，我们第2次在苗栗的竹南海口里做了一首社区的主题曲。对，叫活力海口。好，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好听，金后堂词是三奇对写的，对不对？然后特别找了朋友来一起谱曲。对对，那个朋友也是我们以前在南艺的同学，不同系，但是也是同学。对，可是亚哈泰卡州的康多给发面，其实亚黑你们替活力海口拍的 MV，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画面，哎，真的很漂亮哎，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跟那个怂坦给。味道完全不一样。对，这2个地方差异性真的很大，一个在苗栗最南边，在双潭，一个在苗栗北边海口，而且他们2个一个在海边，一个在山上，然后一个讲客家话，一个是喉咙发，嘿，对，而且听说这一首曲子参与的人很卡多，嘿吗？更多，超过100个有吗？有哦，而且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但是却可以他们参与的人数却可以这么多，那就表示说他们那边的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热情，是，而且很愿意为地方做。真嘅，你看看到嘅画面，那阿嬷有冇阿婆喺中国公司采访，我在看那画面的时间，我真的你说很难不被感动。哎，一个阿婆，对不对？他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安宁着那些冲狗，然后他其实是为行销自己这个黑个地方，真的一个感受真的渲染力太强了。对，可是你们做这样的时候，公司采访你要写，我们先撇开拍摄这件事情，你光写词。也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要先做田野调查。对，你要写，人家住了一辈子的故乡，你就给人家这样写出来，要唔可讲你爱用下就走的，你要先做亲情处跟田野调查，从某。对，我们在写之前一定会先去，我们甚至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真的跟着他们一起，对，然后就是会去跟他们跟当地的社区耆老。访问以前这个地方在做什么事啊？以前长什么样子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被改造过的啊，或者是地名有没有变过？这些我们都会重新的再调查一次。对，所以真的就是会访问，收获很大哈。是，真的。我想对你来说，那个成长跟历练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他们身上。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像你看到青豆给胸片就会记得他给可能去泡给世界有没有？哇，像这个是你们 MV 的成果发表哦，对，首映场在海口国小，所以他们都没看过。对，那一次他们是第一次看，就是在那个发表。他们然后第一次那边看，那他们看完之后有没有？有，大家都哭啊，大家都哭，真的，对啊，就很感动。有没有？现在讲感觉上都会。可见三奇真的在这中间付出很多很多。对，对，确实是有啦。你看三奇让他贡献了去加给模组，还没有一些模子叠度，就知道有点。还是看起来还是很感动，对，看几百次都一样。对我觉得太给他讲一下，就是让什么感通，因为喜悦吼，黑某太给他误会，或者有共同给就亲感通。其实真嘅遐用，我爱上遐就会闪起对总头嘅感情，对总头嘅付出，现在几位有爱用嘅感触，有爱用嘅成果吼。因为导演其实爱用嘅合作嘅歌唱程度，其实同吉敏还有青岛嘅说故事，对不对？哈，爱用嘅说故事哈，等一下可以好让理解向新朋友来分享。所以请你家向新朋友吼，总得走开哦，先聊一下，啉下茶吼，你要等下就坐来讲，还有嘛个小故事坐得来分享。今日到番伊就咧绕墙头散去来到节目地图到大家来分享吼，真嘅真有意思吼，大家可能冇想过吼，伫台湾呀地方有一个西亚摩耶吼去帮庄头写歌曲，然后抽审案后嘅回响啊，大家都轻中意，唐希有亲感同名，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的力量，好棒哦！
有时候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渲染力哈，还可以告诉会按钮你。对哈，然后有时候听音乐也很疗愈，真的会按钮你。对，然后有时候你心情很沮丧，会觉得说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又很鼓舞，又可以很鼓舞、很鼓励你。对，不过3K其实唔单像黑出 CD 啊，也黑讲做按钮给事情，其实也投入像也是希望音乐可以结合社造啦，或是跟一些公益活动结合，从某是。其实像我们回去双潭庄头写这首曲子，也是想说让我自己再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家乡。对，因为说实在，小时候也是住在那边没错，但是小时候不会去注意到说这里到底这些故事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求学又在外面，对，所以求学回来之后，想说我们透过社区营造，结合音乐。让我自己，其实也是让我自己再重新认识它，然后也是让这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可以再利用音乐更凝聚起来。对，其实三期讲的很重要哈，它其实是用音乐，可以用音乐做一个介质。对不对？做一个介质也好，策略也好，对不对？然后将大家凝聚起来。所以其实有什么样的公益活动是你接下来可能会进行的？像我们或是过去，今年我们有参加了几场音乐的公益演出，像我们有一场到了那个新竹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对，就是表演给他们听，对，那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家以前也有一个植物人病患，对，然后也是有了那个演出的机会，所以我就特别把地点选在那里。对，那演出的感觉就是，虽然他们都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下来，但是你只要演到他以前很喜欢的听的歌，或是他有听过的，他其实会有那个反应。真的。对，那就是对我们演奏者来说很大的鼓励，对比你那边掌声如雷的那种感动还要大，这样子。真的。可是我还是要掌声如雷一下，真的，因为这都是值得大家鼓励的事情。对，这是你今年做的，其实接下来你还是会持续朝这样方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结合，是吗？对，不管是公益或者是社区，其实台湾还有很多音乐可以让我们去发掘、去尝试。对，例如像有一些很多传统的音乐，我们也可以去结合啊，什么客家八音啊，或是北管啊。然后我其实现在比较想做的是，因为我现在有回家帮忙工作，就是在农场里。那我也希望可以结合休闲产业，跟音乐。再把它看能不能蹦出一个什么另外。我觉得好有趣哈，因为其实第一副起来有访问过青岛嘅人哈，有青岛嘅后生人们都鸦片通泰噶来分享哈，有4个东西，有文创商品，对不对？好，然后你就会觉得每个人的梦想不同样，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样。不过根本你做的第3期鸦片糖豆嘅用音乐进入社区，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武器，你理解哪个意思吗？亚就是你的武器，你用你的武器去进入这样的社区，然后可以为社区服务呀，后回馈呀，后对，像比如说，也许你可能也会在社区里面用，也许有一些古筝班啊，对不对？你看你给不给把古筝带来跟大家分享，就也许会有古筝班，也是一个进入社区，然后接近居民的一个逢社。对，我们就到了海口之后，对，就是成立了。在他们学校也顺势的就成立一个古筝班，顺势成立了一个古筝班。那其实回响也都很好，小朋友也都学得蛮有成就感的。那我们其实乐团的宗旨也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音乐一直去推广它，尤其是在偏乡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像我以前在双潭，就是资源比较少，所以我以前求学都必须一直跑外地。对，但是我觉得也是爸爸妈妈给你很多的支持。对，对，虽然资源比较少，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给支持，你想看啊，爸爸妈妈懂演支持啊，冲狗也记得要这些冲，对不对？给他低迷嘅时间记得就发脸谱，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家人的力量真的好棒，对，而且感觉上很团结，然后很凝聚哈，而且可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时候你去做一件事情嘅时间很轻音整体走，不过有时候只是一个起心动念，你去做那样的事情，有时候无心插柳，哇，成果超乎你的想象。有时候是这样，就像你也没有想到，你为什么会选择海口亚扎提佛。
哦，这个呢是其实我们做这个社造的歌曲啊，是我们有了这个想法发想之后，我们写了一个计划，去跟国立新竹生活美学馆，他们有一个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我们去投他的补助案这样子，对，然后。对，就是那他们当然是这样，一看就太棒了，一定是爱牛年一口哇，太棒了，对不对？是，对，就是因为这个机缘下，先有了双潭庄头，是。那后来他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再把资源分给苗栗其他各个还没有接受过艺文补助的地方，对。那因缘际会下，我之前有在竹南有工作，然后就是有顺势到了海口去。参观了一下，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也很给人很温暖的感觉，就跟他们的里长啊，还有社区的总干事，他们询问有没有意愿。对，因为那边有风，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特别强调的意思，乡亲朋友啊，其实根本也没不用问太加看吼，代表说乡亲朋友其实节目够黑，你还是可以自己上网去看，对不对？那这居民真的很可爱哦，因为他这中间的词写的好好哦，三体给词写的很好，你知道只要唱到那一段的时候，吹着风，对不对？对，就说那个吹风，那底多弄你，他说表现很好，之后真的很有意思，大家眼睛都闭着，有没有吹风？对，那种感觉，对，那可是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好棒的一个表达，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跟居民互动也很多的小故事，没有错。而且海口的居民他跟双潭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热情。他们有时候，因为曲子我们会先写好教他们唱啊，对，他们会唱。老师，我觉得这里要唱高一点比较好听，这里不要停那么久，然后这个词可能改一下，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唱。对，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对，其实这整首歌也可以说是居民自己创作，共同给创作。对，都有他们的意见。所以像居民说，老师这个词可以改一下，你真的就会跟他们讨论。对，就我们就一起讨论，就一起。太棒了，对，哇，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所以其实三期都乐团都呀哈，其实大家有发现冇，去做了青岛到三期有关的事情，呀是社造也好，或是回馈也好，掌声如雷一下，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相信天师机前面给乡亲朋友可能也还掌声如雷。对，接下来最近有没有给计划吗？对，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哇，最近刚好是我们的像休耕，对，进修，然后要就是我们就是先培养一下自己的能力，先能量先放低，然后蓄势待发，黑猫。对，不过公司采访黑青喜梦工，其实从三期这边听到的是松坦总头给狗 Q， 还有活力海口吼，我真的很期待有第3首。第4首，因为这真的很棒，对，我们也会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对，我觉得唐吉本也给大嘴鼓太卡就低吼，其实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讽刺某穷用亚黑三 K 他们的乐团用这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社区，然后跟居民接近，要同我喊卡抖给你了，您是我们这样子，对，所以真的吉本都亚片吼，吉本永庆朋友吼，这些抖抖真挺会抖抖，支持按钮给年轻朋友，所以谢谢三期，这样子谁有机会加来。好，好乡亲朋友，你节目今日是到了未来等一下吼，听你个认同线上在做认同。